好轻。建筑怎么办？这是临时摆脱重力术，我记得可以加大100万倍临时重量。之出后1秒内会回归正常，这个重量应该丢不远的。但愿吧。终于到了。任务怎么样了？学虎师兄放心，不过是个不入流的门派罢了。你要注意，这可是影流被灭的地方。那种不长进的杀手门派，怎能与本门相提并论？原来不是这孩子呀！王令，50米，不及格。你看，球不是回来了？可是建筑，您的球明明绕了地球1圈。那种不长进的杀手门派，怎能与本门相提并论？